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，我是总一群阿群妹。好，同大家讲哦，阿群妹青好做一种东西，很多水果水，我就会接去买很多果子，像係奇异果啊，也係嘛個菱果啊，也係嘛個柳橙啊、鳳梨，一條水果全部攞去切啦，啊，不用到一隻太乾的地度裝水，啊，我一滾你就是個乾水，安尼就說的是到果子的營養，韓國嘅水嘅米是有凍好就凍好食啦，就像安尼，然後我看到的水果水就會安尼。唔過啊，阿群妹有一隻新煩惱的事情，就是我買嘅暗豆果子，唔過我是搶泡一滴滴的水果，純的暗豆果子我一上用愛食到哪去，真係唔知用干啥。故說今日節目地度就會同大家來解一個問題，解這個煩惱哦，來分享今日的來賓，歡迎吳健康吳大哥，歡迎你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是雲之巷的吳健康。歡迎吳大哥來到節目現場，聽到您的名字就覺得您很健康啊！謝謝。而且要做就是跟大家吃的相關的，就是果乾的這個東西。那我現在剛剛偷偷的跟大家破題了一下，講到了果乾，為什麼呢？大家看到亞樹紅亞比，其實亞迪度的果子，這裡面大家很清楚看到一個奇異果，它其實不是新鮮的水果哦，它是果乾呢。果乾也可以泡茶嗎，吳大哥？可以啊，可以，果乾可以直接泡水果水，这就是比如说常温的水是泡得出来的，可以泡得出来。而且它现在看起来整个就是，我觉得它有被还原成像正常的奇异果的样子，哎，是啊，它的样子是完全被还原，颜色没有经过任何的破坏，我觉得它也是原来的样子。那我喝喝看这个味道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我喝到奇异果的酸味。还有凤梨的甜味，其他的我有点喝不太出来，但是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水果，所以这一整杯所有的水果都是果干泡出来的，全部都是果干泡出来。哇，所以这就是一个解决我刚刚的困扰哎。我刚刚跟观众朋友说，就是我常常要泡水果水，但是我一大堆的水果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才能把其他的水果吃完。我一部分泡水，那剩下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办。那这就是果干是一个未来水果的概念，对不对？对。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未来水果是怎么样的概念吗？其实这个东西在国外非常流行，然后是台湾是这几年才开始慢慢流行。那这个在国外的话，其实太空人会吃啊，然后一些就是核战食品啊，然后大家都会教，在国外的电视节目，他都会教你如何 DIY， 所以把新鲜水果干燥完以后，就是放在常温底下，然后做保存。哇，这就打破了大家可能购置买正了，3日5日，最多1个礼拜内我就要赶快把它吃完，打破这个我们传统的想象，对，可以让水果延长它的保存，让我们的农产品可以延长更久，而且尽量其实是用无添加的方式。那我觉得像吴大哥，您非常的做出这么多厉害的，你看产品这么多，琳琅满目。但其实听说您本身也不是务农的，也对水果就是其实本身的经验是没有什么关联的耶。刚开始我是在外商公司上班，对，然后其实这一个是不小心入门的，不小心，对，很意外。但是我觉得你的命中注定应该就是要跟这个行业有相关，是大家都这么讲。对，那您是怎么开始接触到这一块？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比较单纯，是家里我太太家里是在种有7分地在种柳丁，那是用草生栽培法的方式来种植。草生栽培法，那因为其实它卖相不是很好，那我们每次过了产季以后，你没有贩售完的东西，其实就要把它处理掉。那基本上都是把它拿去堆肥啊。那其实好东西你要帮它堆肥，其实它是一件很可惜的事。那堆了3年，其实我有一天受不了，刚好跟我太太讲说，不行，不能再堆了，一定要想个方法出来。对，我们要把好的东西想办法长它的寿命，让在非产季的时候可以让消费者他也可以吃到好的东西。但是像您刚刚讲那个草生栽培法，草生栽培法种出来的东西，是不是其实它的外观也没有真的非常的美丽？因为它没有在喷药的情况下，其实它的虫子会吃它外皮，所以它的表面其实是很丑的。那很丑的情况下，你要去贩售，在市场上本来它就有个销售门槛在。对。
所以，那你遇到这个问题，看到它有销售门槛在，然后再加上看到很多很棒的水果都要被拿去做堆肥，那你是怎么样想说要去改变它？因为老是把好的东西倒掉不是办法，因为怕有一天会天打雷劈。其实就真的蛮单纯的，就想说把好的东西怎么把它寿命延长而已。对。所以之后就想到说直接做果干吗？没有，还是说有想到其他的方式？是不小心看电视看到了，刚好看到电视上有人在介绍自己在家里做果干，那我就跟我太太讲说，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来试试看。然后就自己开始动手做果干。那一天晚上看到，隔天早上就带我太太去买机器。这个应该需要学吧？没有，真的没学。不需要学吗？没有学的原因是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个。其实大概都有一个概念啦，其实就会去跟卖机器的人讲说，你这个，卖机器给你的人，他跟你讲说，这个大概要几度。什么水果要几度的去烘干？怎么去烘干？那其实我们也很天真，就是买回来以后就到市场上看得到的东西，你看得到水果就全部买回来试。因为其实市面上我们有时候会看到，像是网络上常常有人在卖那种妈妈可以自制的烘干机啊，或者是说有些养宠物的朋友们，他们可能会买回来，然后就烘干那个肉，然后要给宠物吃，就是那种烘干机吗？没有，比那个还大。所以是更专业的、更进一步的。因为我是觉得说那个一样的价格，你可能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更容易制作这个东西的机器。就像我们现在照片上看到的，它其实是大型烘干机。对。所以就像你说的，很简单的买回来就在家里试做看看。对。买了很多的水果，结果呢？结果所有的水果大概试了要1年吧。哈？所有的水果在你试验到成功需要1年？因为每个水果的产季不同啊。因为可能它不是1年4季都有，你过了这个季节以后，你要等到下一个产季的时候可能是1年后，所以你要试出它一个成品，如果确定它可以上市要贩售，其实这要花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点。我想中间有非常多的细节，因为完全没有拜师学艺，没有，所以应该花很多时间自己去摸索吧。我最大的老师是 Google， 就是开电脑，然后开 Google， 然后上网。搜寻，对，你就看人家怎么做，然后去看他影片里面的东西，然后对，然后再看一些文献啊，看一些报道啊，然后看一些国外怎么教你 DIY 啊，就用这样子的方式，就是温度就开始试啊，就80度、70度、60度、50度、40度，慢慢的我们甚至试到最低是在25度啊，25度就是。就室温，对，就是摄影棚这个温度啊，就是室温很舒适的温度，居然要用这个温度来烘干水果，对，好难想象哦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应该说，吴大哥，你们是参考大家的经验嘛？因为就是 Google 嘛，参考大家的经验。因为其实国外它有教啦，其实它有一个范围在，如果你要保存它的颜色，当然相对性你的温度就要低一点。是，那我们就去试那个温度低的。那有人建议我们50度啊，有人建议60度。那我们最后面会选择40度的原因，是因为50度，因为维他命 C 会慢慢会崩解掉。那其实我们希望说，消费者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至少它还有一些营养在。所以最后实验出是40度的温度来做烘焙。但是如果说以参考别人的做法来讲，我现在眼前我有看到芭乐干，这是芭乐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芭乐干跟 Noboy 奶看到的某蛮该 Q 用，因为讲我在外面看到的芭乐，第一个是它其实厚度会比较厚一点，但是外面一定都会有一层糖粉。对，这个糖粉当然是很甜啊，很好吃，但是你知道，像阿 Q 摸已经有点胖了，我已经有点胖了，我不能再吃那么多甜的东西。这个上面是没有糖粉的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。那这样够甜吗？没有啦，内心的疑惑我吃吃看。够甜，其实跟原料有关系。很甜，而且它少了芭乐本来会有的那个皮的涩味。对，那个皮我不知道它，而且有些芭乐的皮会有那个颗粒硬硬的，这个不太有哎。这个是什么品种的芭乐？这个其实是我太太家里自己种，我小舅子他们种的。然后自己家里也有种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用家里的水果来试做这些东西。哇，所以其实甜不甜
跟外面的糖粉当然有关系，但是你不要糖粉，要吃健康的果干，就要选好的。其实是跟栽种的人有关系啦，因为所有的水果的来源，其实我要感谢的是这些农友，不是我帮他，是他们这些农友是我的贵人。哇，吴大哥很谦虚哎。古时候啊，就看到一堆食材啊，用的汤、韩国夹嘅做法，全部就同样想法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歡迎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阿權妹。今天節目同大家紹介係好吃又沒有添加的這個果乾，健康的果乾，由健康大哥做出的健康果乾。好，剛剛提到了，就是您做的果乾都是沒有添加的。对，包括连糖粉都没有，就是完全无添加，就是很纯粹，就是干燥的水果果干。那除了这个做法很要求，那在农友的配合上，水果来源是不是也非常的要求，就是很讲究，有你的一套做法？其实水果的来源我们会挑啊，总不可能全部都自己种吧？不会啊，不会自己种啊，就是朋友会介绍，然后同学间会介绍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像其实这里面没有看到无花果。那无花果其实是比较特别的东西。对，在台湾其实无花果没有这么多，大概彰化那个地方有。云林、彰化这一块，对不对？然后屏东也有。然后北部的话就是宜兰，可是数量好像都不是很多哎，因为一般都是在超市上才看得到。那比较特别是我们之前我跟我太太去逛超市，然后刚好看到无花果，那一直想做，然后看到价格以后就把东西放回去，就打退堂鼓。它是一个非常高贵的水果，它就是1颗100块啊！哇塞，因为无花果大大小小都有，有一些大概这么大颗，对，这样100块，对，还是说甚至小颗的？1颗100，就是这样大颗，1颗100块，对，1颗100块。天哪！那后来是我同学的爸爸，就是那个国州他爸爸，就是郑爸，他们家刚好有种。那其实我们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就分享家里种的东西，然后他是拿无花果来。哇！那我说大家吃了1颗以后，我说你再给我1颗，那我就留1颗，然后拿回家就把它切一切，烘干了以后，唯一的1颗，对，1个礼拜后拿回去给他，然后说你拿回去给爸爸吃吃看。然后呢？他就拿回去给他爸爸吃吃看，就礼拜6就全家就跑来我家。怎么了？没有，他说要来理论吗？没有。其实郑爸说他找我们这样低温烘干的找很久了，真的。对，那他就是要那个味道。所以我们这样合作是因为这样一触而成，然后加上他其实他本身他也不是农友，他只是对他这个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管理方式。哇，你这样讲的我好想吃吃看哦！你知道无花果我以前吃过的果干是一整颗的，但是它小小颗的。然后，那时候我吃到无花果果干，我就觉得它的味道很香甜，它里面有一种焦糖的味道哦。所以它是很珍贵的水果，而且又做出这么特别的味道。那因为我们又是切片的，然后是熟果切片。熟果切片。对，一般熟果的话，其实你手在摸的时候就很容易破皮。对。那我们是完全用熟果来切片。所以这个工要很细，对不对？刀子要很利。然后那个刀子要够利啦。对，刀要够快，够利。对，所以这是无花果的部分。那其他的呢？其他的像木瓜的话，就是屏东的杨班长的木瓜。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我不吃木瓜的人，我是一个不喜欢吃木瓜的。那你怎么会想要做木瓜干？因为杨班长是我们同学，然后他就送我们木瓜，那我就很好奇，我同学就会讲说，反正你把东西拿给健康，他就把你变成干的回家。那他就送我1箱木瓜，所以你就直接试试看，这个超可爱的啦。你看薄薄的一片，咚叮一下，这是木瓜其实我刚刚以为它是南瓜，所以我想吃吃看木瓜变成干的味道。我从来没有吃过木瓜干而且它是带皮的。好神奇哦！它有一股奶香味，而且超甜的。这是夏天的木瓜。木瓜变成干也太甜了吧？因为它整个甜度都集中了，对不对？哇！所以这是屏东的木瓜，而且在南部种出来的木瓜非常的优质，品质非常的好。
那除了木瓜之外，那像香蕉也是，香蕉因为我们自己家里有种，可是数量没有那么多。对。那因为我们挑的香蕉是要树上熟成的，就是自然熟成。自然熟成。对。一般的香蕉不是自然熟成的吗？因为一般拿下来是大概6分熟，然后是全绿的情况下要另外催熟。对，不然他们就是从采下来到贩售会坏掉，所以他们会比较来不及。那因为我要的是在树上熟，所以这个是就是屏东的阿伦大哥，也是拜托他，因为他种很多，那我们是跟他讲说，可不可以试着就是留一两颗就是那种树上黄的给我。好好吃哦，它会 QQ 的。对，为什么会 QQ 的？因为自然熟成的关系。好好吃哦。那如果不是自然熟成的，会是怎么样？它会粉粉的。粉粉的，就是那个核心中心那个人字，会粉粉的。会粉粉的。对。而且这个颜色，它其实因为香蕉，据我所知，它是一个非常快氧化的水果，它并没有黑黑的。有时候我们香蕉切下来放一下，然后就可能比这个还要黑。对。对，为什么这个可以保留的那么好？其实是温度低啊，你温度低在烘它的时候，它氧化速度没那么快。也是一样是低温烘焙的部分。那像刚刚我们讲说，这个低温烘干是40度，对，40度的低温烘干。那刚刚大概也说，实验了非常多次才找到这个40度的干燥的温度。那这个40度对水果的作用，就是比如说它哪一些部分可以保留，哪一些东西不会被破坏，就是它的颜色跟它的营养，不会像到50度的时候，你的维他命 C 会慢慢崩解掉。维他命 C 对，那而且它的厚度，一般外面的果干厚度比较厚。没错，这也是我想要问的。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木瓜啊，这个木瓜的皮大概0.5公分。0.5，所以你就是切0.5。我们一般会因为水果的特性不同，会0.3到0.7。0.3到0.7，因为水果的特性，那这个实验想必你应该是实验很久。因为其实是国外文献因为国外文献会跟你讲说，如果你要完全无添加的话，0.3到0.7这个区间是比较安全的。就至少说你在烘干的过程当中，你不容易会有其他的杂菌上来。所以又要不能有杂菌，但是又不能破坏水果里面的营养跟颜色。哇，其实真的很不简单呢，能够做出这么多品种，而且又实验出不同的成果。但是我听说，因为你们低温干燥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，是火龙果。没错，火龙果低温干燥有什么神奇的故事呢？它还会发芽。它会发芽。它的种子还是会发芽。经过干燥的，还是说就是水果干再发芽？是用水果干它本身的那个籽啊，上面这个黑黑的这个籽。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，对，就是我们那中刷，我在洗台车上面网子上面那个中刷。其实我们是刷完以后，其实我不经意我把它放在窗台上啊。然后过没几天它就冒出芽来。所以已经干燥过了，已经低温烘干过了，这个种子却还能发芽。其实它还没有死啊，因为它大概每个水果大概都还有15%左右的水分。所以我在吃生生的水果，活生生的水果。其实它还是有啊，它处于休眠状态，就是它后面在熟成的速度变慢了而已，它不是完全都是干的啊，所以它还是有活的。一些细胞是活的，还是有一些细胞是活的。那除了这个厚度要注意以外啊，因为你可能厚度的调整，那也因为温度的关系，所以厚度可能不能太厚。对。那这个烘烤的时间呢，是不是也因为低温时间必须要拉长？从28到86不等。28到86不等小时。对，小时。可以按钮哦。那一般呢，如果是正常的，可能比较高温一点的方式，它可以快到多快？就6到8小时，其实 OK 啊。所以这个可能要到1天到3天的时间。对。哇，那时间成本也投入很多。我常常会笑啊，就我们家在上班的时间，就1个月大概只有10天啊。30天，因为你都要扣掉2天啊，所以你大概30天，你大概只有10天是在上班的，因为都在水果，其他的20天是水果在上班，是水果在上班，不是人在上班。所以那既然是用40度，其实是已经很接近我们可能烈日之下的温度了。你有考虑过用最传统的方式日晒吗？你看很多我们
传统的水果加工产业可能都是用日晒的方式，那用日晒的方式有没有想过？其实国外有，其实在中南美洲他们是用日晒方式，那我们没有用日晒，是因为其实你要避开一些就是虫子啊，然后苍蝇啊，是因为卫生条件的关系啦。否则其实最省的，它其实就日晒的，用日晒方式啊。所以日晒虽然亚种风色浓厚，不过因为电脑杯因为有灰尘啊，会有虫的啊，可能为了咸，因为要迄新鲜的果子、齐齐的果子，卫生就有可能有一点点的疑虑。但是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继续同大家讲果干的故事哦。凤阳镇的福喜来嘅节目，我係综艺群阿權妹，今日到節目地度係同大家小姐當孔雀的果乾哦。其實剛才有講到一條果乾啊，一條東西係也按多年來啲台灣真係流行嘅。其實，在國外啊，很早就開始盛行吃果乾，或者是配麥片這樣子的飲食方式，在台灣比較少。台灣比較不流行。台灣比較不流行，這幾年才開始。那像現在，我桌上有一碗。非常懂享飲色嘞，亞迪度有非常多的果乾，上面非常多的果乾，而且里面还有其实已经泡了优格的果乾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泡优格泡到还原的水果，它会吸饱优格，吸饱优格，然后就变成是吸了优格汁的果干嘛？像里面也有西瓜啊，也有西瓜，有西瓜，红红那一块就是西瓜。哇，这是西瓜，然后我这里有干的，这个是。它超像西瓜软糖的耶！它就是西瓜。它真的是西瓜，好奇怪哦！我第一次看到有西瓜的果干呢，它的夹个饮，韩国夹个西瓜的那个果肉都会有那个卷卷的那个纹路的那个纤维，我都忍不住流口水了。而且它连就是外面的那个皮都在，其实都保留住了，完全没有浪费。对，只有把外面表层的皮削掉吧，厚的那一层。厚的那一层，那其实外面绿绿的我们不啃的地方，其实也都留起来了。因为它是最营养的地方。哇，营养来磕一下。好奇妙，这是完完全全的西瓜味耶！最好的形容词就是西瓜，它就是西瓜。我完全除了西瓜，我想不到配类形容词来形容这个西瓜，太诡异了。我真的只能用诡异的方式来形容。我从来没有吃过西瓜是长这个样子的，好神奇哦！所以这个优格里面有非常多的水果。刚刚介绍了，现在这盘子的大部分其实都在里面。我来吃吃看。吸饱优格汁之后的果干，我吃到的是凤梨，它又变成凤梨了。它还原成凤梨。它为什么可以还原？因为它只是水分消失啊。那你丢进去的时候，它会吸饱优格。天哪，这完全可以当早餐。国外这样很流行的。这个是脆的，是什么东西啊？脆的应该是水梨。超脆，它是脆的，好惊人哦！天哪，这真的是脆的耶！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它干燥之后还可以100%，几乎100%的还原，对不对？没有到100%，大概可以到80%啊，80%的还原，对。而且其实吴大哥同 N 准批的懂的东西，就是要告诉大家果干到底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优格是早餐。这里有麦片加果干，像这个玉米片，就是小朋友超喜欢吃的那种干燥的玉米片，配上果干，我们就可以加着牛奶，或者是直接这样当零嘴吃，都很好，对不对？然后中餐可以吃沙拉，我们就可以吃沙拉，吼，太阳做也是生菜沙拉，那上面可以放一些果干，非常的美丽，而且也可以增加它的风味。然后重点是，我觉得最神奇的是什么？是晚餐。晚餐要怎么吃果干？晚餐哈刚因为是喊妹啊，我们客家人超爱吃咸的，但是咸的里面竟然还可以融入果干。大哥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面前这一碗到底是什么吗？它就是排骨炖那个水梨跟炖凤梨啊。排骨炖水梨跟凤梨，天哪！所以你是在煮汤的时候直接丢进去。直接丢进去，对，那这样不会煮烂吗？不会啊，你可以吃吃看。
我吃凤梨啊，还是吃水梨？人家那种炖那种冰糖炖梨，那个水梨都炖得烂烂的。这个不会，脆脆的。对耶，为什么它还保留了这个口感？因为低温干燥过后，它只是水分消失，但是纤维被紧实了，所以你把它丢在水里面的时候，它会还原，所以它不会被煮烂掉。我想到一个形容词来讲这个凤梨，用的够。我们不是常常会吃那个凤梨的罐头吗？凤梨的罐头够好吃了吧？够凤梨了吧？这个比凤梨罐头的凤梨的纤维还要坚固，它的纤维就跟真的凤梨几乎是一样的。然后我喝一下汤，我觉得这个汤有水果果干加进去，味道变得非常的有层次。而且它没有放糖，没有放盐巴，没有放盐巴，它是没有放盐巴的、啊，我完全吃不出来。它是原味，因为我它只是觉得原味而已。这就是有那个水果的鲜甜，然后因为肉这里面其实有放排骨，有排骨在这个汤里面，汤就会变得有肉类的，就是那种豚骨炖出来的那个鲜甜味。所以其实你看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是不是通通都有了？就是生活上就可以都用得到。对，通通都具备了。它就是个食物，不是食品。是食物，不是食品，说得很好。食物跟食品的差别是什么？食物我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吃啊，随时可以吃啊，天天吃没有加工过的东西、啊，没有加工过。对、啊，果干是健康无添加的果干，对，是食物，它并不是食品。可以推荐大家天天吃，就跟你平常要吃饭、要吃肉、要吃青菜是一样的。对。哇，但是啊，因为我常常，其实我也很爱吃果干，女生应该都很爱吃果干。那像我们买了果干回家，我会有一个疑问：这个果干到底能放多久？尤其是像是台湾，你知道台湾的天气就是很湿、很闷、很热，像我家可能就是你知道包包放一段时间，可能还看到发霉。这么湿的天气，那果干又是一个水分被抽干的食物，那这样子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保存它？还是说，大哥你们自己用什么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买回家之后可以保存得更久？其实我们是希望用就是可以保存久一点，就我们用铝箔。就是你们的包装是用包装用铝箔的方式，因为铝箔是完全不透气、不透光，所以它就可以保存的比较久，时间可以拉长。那你可以保持它的原味。所以如果说我们买回家没有拆封的状况下，大概可以保存多久？可以放10个月。10个月的时间，就是在一般我们可能放在柜子里，对，常温底下。那如果拆封了呢？就是要放在冰箱，没有吃完就是放冰箱，比较安全。对。所以拆封之后就要赶快放冰箱，然后尽快的把它吃完，对不对？而且品种非常的多，大家就是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真的很想带很多回家，然后放在冰箱里面，或者是放在柜子里面慢慢的吃。而且除了我们现在看到已经琳琅满目、各式各样，甚至连你看橘子类的，我就看到了3种，这3种分别是什么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。就是有柳丁。柳丁，对，昂柑，还有茂谷，所以其实你的水果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，然后其他的产品种类也是非常丰富。这里有非常漂亮的各式各样的水果，然后前面还有一坨粉末，它是盐巴，它是调味盐。所以就像是我们常常吃牛排，有些人会推荐可以沾什么柠檬盐啊，所以这就是一样的那样子的概念吗？这是柑橘盐，这是草莓盐，然后这是柠檬盐，那是姜盐。所以你觉得我现在准备的这个甜椒，你觉得沾哪一种盐最适合？你看你要什么样的香味啊？我想要吃草莓，草莓盐。沾的是要闻闻看。哦，好香哦！就是草莓味道。可是我超爱草莓的。可是吃起来就是咸啊。其实吃多还是不好，因为毕竟它还是盐巴。对啦，吃起来真的是咸。就是咸的。它只是有香气，就是柠檬，就是那个草莓的香气。我沾一下那个，这是柠檬嘛？对。柠檬的味道很清楚。我觉得柠檬盐一定也非常适合沾牛排。这个橘子的盐巴应该也很适合沾牛排。你可以试试看。那我好，再来一块。我还沾了超多，你看这橘子上面还有橘皮耶。对。这橘皮不会苦吗？一定会一点点苦苦的啊。可是你吃太咸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让消费者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做的。
好解腻哦。有那个橘子皮，你会觉得有那个，因为橘子皮上面会有精油，精油就会释放出它的味道，在盐巴跟料理里面，我觉得超搭，超级搭。那其实这些盐巴啊，听说也是爱物惜物的概念哦。就是头尾啊，一般我们那个形比较不好看的，我们希望尽量把它保留下来。然后才会研发说看有什么其他的衍生性的产品，像盐巴、糖也是，这个糖也是，这个糖，对，那这个糖大家觉得可以怎么使用？就是泡咖啡、泡茶的时候，就是可以当调味糖。调味糖，所以你的茶本来只是一般的红茶，那因为加了这个水果，看你加什么，柠檬味的红茶，然后橘子味，然后柳丁味。哇，好棒哦！古手大家有看到冇？基本上手机的暗度、暗空气又暗好色又暗酱，可能心情就懂好的果干问大家，大家有吃到可能懂到很新鲜的事情冇啊？基本上谢谢吴大哥来到节目现场，谢谢吴大哥，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时刻先休息一下，等欣赏好好的运动了。